每一日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日是8月18。诗篇第5篇第1节安尼讲：耶和华，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，顾念我的心思。三甲来祈祷，听阮祈祷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知影阮的心思，佮顾念阮的上帝。我的王，我的上帝啊，求你听我呼求的声，因为我向你祈祷。主啊，当阮心内软弱孤单的时，当阮失志无助的时，当阮连出声祈祷拢无力的时，主啊，阮知你的手无离开阮，你犹原留心听阮呼求的声。主啊，我的上帝啊，阮有出声无出声的祈祷，你拢听见。求你顾念阮，求你伸出你的圣手来顾念阮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愿咱每一天咱的主祈祷恳求，相信伊是顾念咱的主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